也門胡塞反政府武裝控制首都，據稱已經攻佔總統府。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警方拘捕，佢喺星期三早上喺特拉維夫一部巴士刺傷最少9個人。剛果爆發嘅3日抗議造成最少42人喪生，佢哋抗議建議當中嘅法律改革將會容許約瑟夫卡比拉總統繼續在位。中國上海隨即踩踏事件導致36人死亡之後，4名中國官員被解職，另外7人受到紀律處分。First, we stand united. 美國總統奧巴馬喺佢嘅國情咨文內宣布金融危機已經結束，佢並且承諾實施振興經濟嘅政策。